是同一啲香港唔同嘅傳統文化，包括一啲手工藝咧，做啲唔同類型嘅合作。咁我相信咧，傳統嘅紙紮業咧，絕對係一種最受歡迎嘅一種嘅合作模式。咁今日介紹邊個咧？咁啊，梗係介紹我哋香港嘅紙紮大王啦，陳伯啦。咁陳伯其實咧駐守咗喺呢個中上環區咧，大大話話超過半個世紀啊！咁我相信咧，其實陳伯稱得上呢個紙紮大王咧，都名不虛傳。即係我所認識嘅陳伯，其實已經超過十幾年嘅啦，已經。咁睇翻佢其實近呢幾年嘅作品，其實已經不停好多唔同嘅轉變。尤其呢每年一屆呢個30間嘅盂蘭節咧，佢紮嗰10幾尺高鬼王咧，真係令人歎為觀止啊！閒閒地咧，真係用咗好多唔同嘅時間。咁我次次走親去問咧陳伯咧，陳伯都話：誒做啲啦咁樣樣。其實咧，佢又默默做，好得意嘅。咁同埋咧，佢每一次都準時交貨嘅。但係最奇怪一樣嘢咧。咁多年嚟咧，其實佢咧就冇乜點收徒弟喎。咁其實本身嚟講咧，佢咧就每一次做親呢啲咁大型紮作咧，都係一個人慢慢去做嘅。咁所以呢樣嘢其實我都好佩服佢係陳伯嘅會係。